日本明治末年，永野順夫嘅母親因為接受基督而被逐出家門，而且失去咗對兒子嘅撫養權。永野順夫後來因為母親嘅遭遇同埋其他信徒嘅影響，亦都接受咗基督。之後，永野順夫喺鐵路局工作，並且愛上咗傷殘嘅富士子。就喺佢準備返到札幌同富士子舉行訂婚禮當日，火車喺雁首嶺攀上一個陡峭嘅斜坡時候，尾節車卡意外鬆脱，並且開始留後。當時只見永野順夫呼籲乘客冷靜，冇幾耐車廂停咗落嚟，眾人先至發現原來係永野順夫跳咗落路軌，用自己嘅身體阻擋車卡下滑。佢知道只有犧牲自己，先能夠救返全車人嘅性命。同樣，耶穌死喺十字架上邊，係使全人類得拯救嘅唯一途徑。你願意接受佢做你嘅救主嗎？